无啦，我根本我都袂记咧饲迄个开始迄个，歹势，我即下饲落啊，你即下个看应该看得到。哦，你即摆应该看得到啊，吼。我一个人无用几啊项，结果拢会漏交去吼。好，52页。三年你的电话为虾米看伊通话中的符号？一个，诶，好，麻烦你。诶，芭比。诶，你若，你先去后壁徛吼。你今仔无用啥？好来，咱三年你若迄页数改好，我就开始读。我知影排无好改，我即马拄只扭才发现我迄落长吼，实在足歹扭诶。我改好啊。好，改好吼。第52，就是第6章啦吼，咱已经甲即个顶一页读煞吼，即嘛是进入第6章。好，来特别为着芭比甲你服务者吼。顶回咱读到讲，即个惠美因老爸吼，看过两个孙了后的个性。过身了后呢，即个昆芳帮赞因吼，甲即个装饰办了后，昆芳一直想要娶惠美，但是即个惠美因老爸要过身的为个有两句，第一句就是讲因即个孙如良要献互上帝做工，第二句讲惠美我查某囝惠美绝对袂使嫁互即个教外吼无信教的人吼，就直接交代好势啊吼，所以即个昆芳一直想要娶，结果实在想无啥物好方法，伊就去找因阿舅，拜托因阿舅，因阿舅是一个将军啦吼，即个领兵讲几万人吼，将军一个士敢有几万人吼 ，OK， 即个将军呢，最后伫即个第5章咱最后时阵，即个将军甲昆芳答应讲，好，我甲你想办法。伫咧即个今年即个5月做诶时阵，我一定互你完婚安尼。来者，好，咱继续来读第6章吼。若是惠美对即个亲事伊坚决徛伫信仰诶立场来拒绝吼，就是拢无答应吼。迄个原因就是对平时诶信仰。甲过去去赴青年团契干部春营会听 J.S. 牧师的讲演，就一发坚决吼，就伊即句无顾到吼，无长句吼，老长，我甲读一遍。迄个原因就是对平时的信仰甲过去去赴青年团契干部春营会听 J.S. 牧师的讲演，就一发坚决吼，坚决伊的内心吼，伊爱照信仰来行吼，袂使嫁互无信基督教的吼。即个牧师，对即个牧师毋知伊是啊 J.S. 尔吼，某一个牧师。即时伊回忆着当时牧师的讲演，迄个题目是甜蜜的家庭。这毋是迄个赖灵心牧师讲的吗？OK， 甜蜜的家庭吼，所以 J.S. 牧师就是人生牧师啦吼，赖灵心牧师啦。什么叫做家庭吼？这个甜蜜的家庭，第一讲叫做什么叫做家庭 ？A 佫分做几啊条吼 ？A 伫法律上的定义就是一生共同生活3甲同住伫一个所在的亲属关系叫做家庭。B 家庭的分类
照人会济少甲世代来分做大小的家庭甲世代，这个世代是世代这个世代第二，照经济的状况甲生活的程度来分做好业、善享的家庭。第三，对宗教的关系，通分做基督教徒，还是佛、儒、回教徒的家庭佛就是佛有两个音一个叫做佛佛教、佛教儒就是儒教，儒就是无信教啦，无信仰因为儒家无咧讲鬼神的嘛孔子讲不敌生，焉敌死嘛所以无咧论死后的代志无咧论鬼神回教徒伊讲即个教宗教对分做这几样。第二个主题是讲建设家庭的目的在伫倒位？好，后期3这个嘛你啦53。毋知你改好就是要共同组成更较幸福的生活即讲是我顶一要记顶一上尾讲建设家庭的目的在伫倒位讲建设家庭的目的就是要共同组成更较幸福的生活。第3方站创世纪第2章17、18、19，这只引叫做经文耶和华上帝讲，我这只小讲耶和华这个华台语内底当然嘛使读华，但是你若听老一文咧讲台语因拢读做花比如讲老一文你若听伊讲中华民国伊讲中华民国即嘛因为华语叫华语传去，足侪人拢袂关系讲中华民国耶和华上帝讲，人担心家己大毋好，我要甲伊做一个做一个帮站的来匹配伊这是创世纪2章18节。创世纪24章67节讲，以撒就牵利别加华语翻做利百加以撒就是以撒以撒就牵利别加入伊的老母撒拉的布边老母叫做撒拉华语华本圣经翻做撒拉所以以撒就牵利别加歹势利别加入伊的老母的撒拉的布边就是帐篷布边因这个犹太人伫古早时代住游牧民族嘛所以住一个布边就是帐篷带伊做某，搁真疼伊。以撒对老母死后到这点才得到安慰所以老母死了这句是讲因老母死了伊一直到带利别加先来才得到安慰传道书第4章11节，搁两人三角困，就会烧热歹势是烧热就是温暖
叫做烧脑。那家己一人抬头画烧啊，独身啊，面皮较厚诶吼。照以上30吼，照以上30圣经来看，男女三甲建造家庭，通伫无伴困难人生诶旅程吼，通伫无伴困难人生诶旅程吼，通伫无伴困难人生诶旅程中，通三帮赞、三安慰、三甲得到烧脑恩爱诶生活。对安尼毋茫会伫三甲造成更较幸福诶人生。顶头嘛有更较吼，台语袂安尼讲啦吼，我毋知为虾米伊拢咧用口字笔写更较，台语会讲搁较安怎啦吼。毋知虾米人了解会当甲我即个疑问小甲我透一下吼，为啥即个人生内底写一堆空字笔吼？第二，通生团，讲即家庭诶目的啦吼，通生团吼。家庭诶出发点是对一对清气诶男女青年会结合做单位吼，夫妇最初会匹配，迄个媒人，即是佫是迄个台南腔吼，媒人我读袂介准吼，阮会求较讲人啦吼，是上帝吼。歹势，我佫读者吼，夫妇最初会匹配，迄个媒人是上帝。证婚哦，主婚人也是上帝。讲祝词诶也是上帝，祝词就是祝词啊吼，祝贺诶迄个话吼，祝贺的话叫做祝词吼。替因备办席场，席场就是婚礼个场吼，婚礼席个席场吼。办青草吼，办青草就是办丰盛的宴道吼，做因的人客三甲甲因过来三里个马里吼，换啥8:42吼，欢喜的也是上帝吼，这是创世纪我若无印象，创世纪有即个第1章第2节，怪怪。好，对翁某就有爸囝无囝就有兄弟，是啥物意思？对翁某就有爸囝无囝就有兄弟，就有朋友、社会、国家、国际、世界对安尼繁荣吼，繁荣吼，繁荣文化、科学、历史的演变发达，兴衰对安尼来吼，兴衰的兴衰吼，历史就是历史的演变发达吼，兴衰对安尼来吼，这是咧讲生团吼，因为家庭就是在伫要生团吼。第三，
造成幸福家庭的要素。好，幸福家庭的要素，咱来看吼。A， 第一，钱就是有丰富的衣食住啦吼，叫做衣食住啦吼。所以第一就是要有钱就对啦，就是要有丰富的衣食住吼，爱穿好、食好、住好啦吼。第二 B 吼，毋是伊敢若写字，毋是着顾到康乐比钱较要紧，康乐比钱较要紧，就是养健的身体，动心和乐，这比钱较要紧啊。第二是钱，过来讲比钱较要紧，叫做康乐吼。第三 C 啦吼，比康乐的大先，着先找着人，就是心心相印，同心同性，真正三疼三尊敬的人吼。纯洁的疼是对神上帝出发，对信上帝出发，伊即个，伊是写神上帝出发，反正毋是神吼，因为即个神 S 有迄个，大写，我袂记得顶位讲啥 capital 吼。纯洁的疼是对神上帝出发吼，这是伊对约翰福音第4章7节16节。好，无信上帝的人，心无得到定头生，无定头生的人，就是怀囥魔鬼的旧心。定头生，华本敢若翻译做重生吧，我无啥会记哈，我较安尼看华本。无定头生的人就是怀囥，怀就是心坎吼，就是伊的心中啦吼，囥魔鬼的旧心啦吼。伫遐无光无疼吼，即使有，迄是俗情的疼，就是就讲即种无信上帝的人，伊心内就算有疼嘛是俗情的疼，俗情就是世俗民情啦吼，一般世俗人的疼吼，一般世俗人的疼什么意思？一般世俗人的疼就是爱有回报的疼吼，我对你好是因为你对我好吼，你若对我无好，我无爱对你好安尼吼，即种疼俗情的疼啊。上帝的疼，耶稣基督的疼，迄是无回报的疼吼，我替你死吼，毋是你做啥物好代志吼，就是因为我疼你吼，毋是出对真理的信所启示吼，毋是出对真理的信所启示，毋是就是一般世俗人的疼，毋是因为伊对真理的理解。歹势，因为咧信有时我读毋着个，伊是写信吼，毋是出对真理的神所启示吼，毋是出对上帝遐来的疼吼，是用一般世俗人的疼。若是俗情的疼，是对利害的相关系吼，就是受到利害关系啦吼，有利害关系我才疼，无利害关系无疼吼。有条件的疼吼，是有条件的疼，徛伫迄款属德的疼，属德就是世俗的目的的疼吼，属德。大概有即种讲法啦吼，但是伊可能读自然较会安尼讲，啥物德，啥物德啦吼。这可能是对日本来吼。
什么德，什么德吼啊，即只讲徛伫即款属德，就是世俗德的即种的疼吼，毋是出对神，毋是出对神，应该是神吧？伊个 capital 吼，哇，即本印刷有够歹，啊个有一个 typo 吼，毋望来生出个疼，来结婚有危险吼。就是毋是出对性吼，毋是出对欲望来生出来疼吼，来结婚的吼有危险吼，而且即两款无相款的疼，各人抛伊的见解吼，各人心内有各人的见解吼。49分，咱要继续读吼，过来。3年再个问你55吼。3年你敢方便？好啊，好 ，OK。好来，信心吼，目标无同的人，为着一时俗德的便宜，便宜就是便宜啦吼，就是便宜啦吼。为着一时俗德的便宜来结合，将来会生出别离，别离就是裂痕啦吼。平坏是自然的是自然的，就是即种用世俗德的即种因为贪着一时世俗德的便宜来结合的，将来会生出别离。平坏是什么意思？我查一下平坏吼。PHENG YHOAI 第七声，平坏，这是是文言吼，就是汉语写做华语读做崩坏吼，平坏。平坏，生出别离平坏吼，是自然的，所以着成找人吼。所以讲，即个美好家庭的要素嘛吼，讲3点，第1点什么钱，第2不一个吼，第2是康乐，第3是啥物件？第3是就是要找人嘛吼，先找人。先找人就是你爱共心啦吼，共信用。先找同心，同寄望，寄望是毋是指望？但是寄望，毋若相疼，着选相尊敬的人。有人就有钱，有钱就有物。若是身边有钱有物，这是真卑鄙见笑的戆人。好，过来呢。第身经爱情一致的人，爱情一致什么意思？咱看来吼。牙膏就是圣经内底牙膏吼，其爱情11摆，就是牙膏内底有用着爱情即个词11摆吼，毋是记啦吼，牙膏记吼，记爱情11摆吼，记即个爱情记11摆，记所疼的
18摆，记我所恋爱的32摆，吼，就是若个用即个词啦，吼。爱情11摆，所疼的18摆，我所恋爱的32摆，吼。培根讲，培根应该是英国迄个哲学家啦，吼，培根啦，吼。培根讲，社交得会疼会美化社会，社交得会疼会美化社会。即句有啥意思？就是以社交做目的的疼心啦，就是所以世俗的疼吼，会美化社会吼。欲得的社恋会物化社会。我来看我即句啥意思？欲得，我毋知影即个欲得是啥物物件。欲啦，吼，我知影欲。原来佫用空字表，我实在是有时看有够艰苦的。JIOK 欲 IOK 第8声。无。JIOK 是第8声，我写拍毋对。欲。嘛是无。真正有考倒。约略，嘛毋是哩，伊是写欲。OK， 真正有考倒吼。1973年 Embry 大英书店有收吼 ，Marino 嘛有收 ，Marino 甲即个 Embry 即种大英书店吼，伊是迄个英语甲台语对应吼。大英书店收讲欲就是兽欲吼，兽欲吼，或者是肉欲吼，我认为应该是肉欲。这 Marino 收的才对啦吼，迄个大英讲兽欲，我是Embry 是讲写兽欲，我是感觉毋对吼，因为欲就是肉体的欲嘛吼，所以应该是肉欲啦吼。欲得的社恋，啥物叫做社恋啊？SIA 第5声 ，LOAN 第5声，恋我知啦吼，恋爱的恋吼，但是社恋我毋知吼，无收。社恋。比较起来吼，我足介意迄个田溪判哟，田溪判伊所写迄个出师线吼，内底台语读起来足优雅诶吼，足是足自然诶台语，足优雅诶吼。甚至我已经袂记足久诶台语，我拢伫咧内底看着吼。社恋无收吼，我毋知这社恋啥物意思。OK， 欲得的社恋会腐化社会吼，就是出在肉欲吼，出伫
肉欲的迄种，我相信是啥物恋爱，然后蛇可能是不正，叫做蛇嘛吼，蛇恶的蛇啦，我哩吼，出在这种肉欲的蛇恋的这种感情，这种婚姻啦吼，是会腐化社会吼，整洁夫妇的恋爱，建设社会吼。59分，我看觅，我看7分钟个当甲读煞吼。夫妇的疼情吼，咸菜起头是对自私、独占、专一起吼，后来应该着敬告互相奉事，互相奉事吼，到尾是为爱来死吼，来牺牲一切，所以疼毋是自私的感情，是牺牲的行为吼。这是哪个2章7节3章3章58章40吼。无伫拍生伊，无伫搅扰我所疼的，听候伊家己情愿吼，这应该拢是哪个内底吼。拍生伊意思是毋免逼伊，毋免甲逼对吼。爱情是情愿的，是主动得的，也是永远袂安怎吼。好啦，咱后尾再个对这开始读起吼，用这个伊所引的这雅歌的这个经文啦吼。OK， 好，小说讲到这变成你读经啦吼，啊内底足侪说教的部分吼，你若听得落听啦，听袂落无度吼，伊就安尼写。好，到这若无问题，咱就来开房咯。敢有啥物问题？还是哦，原来3年你迄个甲耶稣拢搭伫咧 chat room 遐，OK， 应该是爱去改 pin link 啦吼，不要紧啦。好，无问题，咱就来开房咯吼。我看敢若无人举手，好，安尼感谢各位，咱今日读到这吼。甲各位说一下歹势，我进前拢袂记咧搭迄个消息出来，所以我临时了歹势开吼。啊，所以我可能后礼拜开始，我就先甲我的课程先拢先搭出来，较免讲袂记，有时上班无闲拢袂记咧搭。好，安尼到这，感谢各位。芭比，感谢你呢。哦，你今日这头上这够水，好，安尼到这吼，大家平安。好，再会。啊，啥物？无够咋？OK。会啦，芭比会甲咱斗相共。好，安尼到这吼，感谢各位，好，拜拜。